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上帝的心意，信心的力量。馬可福音9章23節，啲信的人凡事攏通。阿里知影公司可能要裁員，名單還還未出來，但已經有人咧傳。伊甲幾位同事食飯的時陣，大家一直咧討論這水會行咧。有人講無關係啦，上最換別日講啊。但阿里迄一暝轉到厝內，發現家己無辦法安尼輕鬆，伊一直咧想，若是我怎樣好呢？錢無夠用，厝內怎樣好呢？伊倒佇門床頂翻來覆去，到真晚才困去。隔日早起，伊佇辦公室閣聽到有人咧議論名單。伊本來想行過去聽一淡薄消息，但伊行到一半停落來了。伊佇心內講：主啊，我無要聽了，反正你攏知影。然後伊就行倒轉座位，拍開電腦，開始工作。迄一日，伊閣是毋知影名單上有無伊，但伊發現，當伊決定無再去探聽的時陣，心內反而無有安尼緊張了。毋是代志解決了，是伊無再予伊來佔有伊。信心的力量，毋是將困難壓開，是佇困難閣還未除掉的時陣，伊仍然會通徛掉。兄弟姊妹，信心毋是將困難壓開，是困難閣除掉的時陣，你仍然會通徛掉。你毋知影結果，但你知影一最總管結果。你無需要一直去探聽消息，你需要的是不斷的將目光轉倒轉伊的身頂。信心毋是盲目的樂觀，是佇咧什麼攏未確定的時陣，仍然確定有一位主。頭先信心相信上帝會通成就伊的應允。馬可福音講，佇信的人凡事攏會，毋是你會，是相信上帝會。你的信心大小，毋是取決佇咧問題大小，而是你大小程度上相信上帝會通處理迄個問題。過來，真正的信心會予人願意順服。阿里選擇無聽了，迄毋是伊逃避，是順服。伊相信主知影，所以伊無再需要家己掌握全部。真正的信心會予你放落家己要先知影的意念，閣有信心會佇黑暗中徛立，看袂到結果。無確定消息的時陣，你閣會通徛掉嗎？你閣會通做工，會通生活，閣會通無予家己被焦慮吞噬嗎？信心的力量是佇咧毋知的時陣，你仍然會通徛立掉，因為你知影一最壓掉結果。最後，信心予主甲你同在，耶穌應允甲信心堅定的人同在，毋是
但你代志解決甲同在，是代志還未解決的時陣，伊就已經知道了。你需要的不是先去看到出路，是看到伊已經在迄條路上等着你了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來思想，信心不是將困難壓開，是困難佫佇的時陣，你仍然會通徛住。頭一步，誠實地看家己，我是不是伫每一擺有確定性來臨的時陣，攏拼命想先知影，想先掌握。第二步，每日若是有人予你教路的消息，學習莫聽了，不是逃避，是相信伊知影就夠了。第三步，當你發現你已經徛入會通過正常的一日，而無被教路吞食，迄就是信心。你是咧佇代志還未明朗的時陣，就決定信任了。安靜地對主講：主啊，我唔知影結果，但我知影一最掌握結果。我無必要家己先知影，因為你早就佇咧遐，互信心的力量佇咧我內邊，唔是壓開困難，是互我會通徛住。咱三甲來祈禱，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信心唔是壓開困難，是困難佫佇的時陣，你互阮徛住，阮向你認罪，因為阮常常急要想知影結果，卻唔肯佇唔知影的時陣信任你。求你今仔日，互阮佇咧無確定中，仍然會通徛住，也互阮為遐個正佇咧等待未知影結果的人祈禱，因可能正咧等體驗報告，等面試通知，等代志明朗。求你互因知影，因唔需要先知影答案，甲會通過經歷，因只需要知影答案已經佇你的手內。奉主耶穌的名求，阿們。